中华民国国民外交协会台南市会20号暗时伫安平举办会长交接典礼，会中特别邀请历任会长回来观礼，并举办会长奏秀，场面盛大。由于过去2年来我们的疫情关系，让我们国民外交一直无法出国去参访，去进入到各个国际间的社团。现在今年解封之后，我相信明年一定会有新的展望。我们的足迹走遍了5大洲各国，我们都有我们的足迹我们做的公益，包括国民外交，包括我们的公益团体的一个参访，以及建立各国之间的一个沟通跟一个了解。交接典礼冠届分结，外交部分嘉南办事处处长肖胜忠，以及市长黄伟哲、副市长戴谦、社会局长陈英基等，也拢应邀出席观礼。中华民国国民协会事实上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协会，而且呢，在全民外交的理念之下呢，从事了非常多的外交工作，确实呢跟政府是相辅相成的，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尤其呢，在最近的时候呢，也办了一个非常好的活动，那就是疫苗感谢的这个仪式，对于我们提供我们很多疫苗的很多国家表示感谢，这个是很难能可贵，而且很有创想的一个活动。我们外交部也都给予全力的支持。新任会长王定峰表示，疫情3年多来，真侪国际交流拢无法度顺利进行，现在疫情趋缓，逐步解封，相信国民外交协会台南市会明年一定会有全新的展望，也希望世界会当和平，国家甲国家之间的交流会当更加顺畅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